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，怎么也不注意。村明，你还是跟我回别墅住。我不去，我交给韩毅的房租还没到期。那如果我答应你代替宋小小拍摄《钻石侠》的宣传照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住，你会答应吗？成交。我说聪明啊，你真的要搬回迟墨那儿去住啊？你走了，这满屋的黑科技怎么办？等迟墨找到真凶了，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卖了，换成烧烤吃。哎，聪明，我是真不放心你，要不我跟你一起搬过去吧？我可以给你当天使保镖啊！哎，别，你不知道迟墨那个人有多龟毛，处女座画风霸道总裁。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，他要把整个车全部消毒一遍。你要入到他那里去的话，你让他看到你那个脚丫子在那地毯上踩来踩去的，他会被你气死。哎，那我可以在他们家附近再买一栋别墅住啊。他那个地方吧，风水不太好。你知道我以前在他那里被保驾过2次，所以我劝你还是别去了。万一八字跟你不合，诸事不利，诸事不利。行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过2天就回来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聪明，这聪明就是太没戒心了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善良，好吧？我说呀，这嫁出去的闺女就像泼出去的水。我估计聪明那个250早晚会被迟墨拿下。再转一圈，换个 pose。手放上来。你这不是拍炫酷钻石侠广告，你这是拍商业西装的硬照，不行，画风不对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什么身体记忆，靠身体的惯性自由发挥这种？郝聪明啊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这具身体我用了20多年，保存的当然是我的肢体记忆。想让我拍宣传照没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想召唤出宋小小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吧。宋小小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和伟大，随时可以被替换。石墨，我找你来替拍，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，而是因为模特事业是宋小小一直非常珍视的工作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什么时候会消失，但是他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，不管是爱情还是模特事业。更何况，钻石侠是他情感的凝结，他才是最合适的代言人，其他任何人都不是。他是没有那么重要和伟大，但是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存在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又没有那香气呢。我可以对你进行改造啊。我知道你是霸道总裁的设定，但是穿衣风格是一个人心情的写照。池大爷，你必须要换一个风格了。行了吧？再换一个吧。微笑。哇！放松，放空你的思想，心无杂念。然后，老板，您最近心情很好，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吗？什么？您最近笑容变多了，公司的女员工都在议论，说您的魅力值大大提升了。是吗？最近迟总又和那个郝聪明搅和到一块儿了，不过他像变了个人，劝一有形不说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亲和力了。擦汗。不擦。我很热，我让你擦汗。哪里有汗？这边。还要不要擦？这里。脖子后面有。
韩先生，请坐。我记得还有一个订单还没结束吧？对不起，郑小姐，那个订单的后续尾款我会尽快还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您的水。虽然我是个生意人，但我还是个有原则的生意人。嫌钱不够多？不，这跟钱无关。郑小姐，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当一个女人不被一个男人所爱的时候，在他的眼里，即使你赤身裸体，也不过是一对血肉和骨架。你太过分了！情不投，意不合，非要在一起，结果自然这样。郑小姐，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爱过迟墨。我当然爱迟墨，我爱他，我为他付出太多了。但那不是爱，那都只是你的占有欲在作祟。郑小姐，你这一辈子过得顺风顺水，在家里面，你的父亲宠着你，所有的人都对你百依百顺，没有人敢跟你说半个不字，所以你越是得不到的，越要得到。越是追不到的男人，你拼了命也要追到他。但那不是爱。如果迟墨还是那个3年前对你百依百顺的迟墨，你还会爱他吗？我爱的是现在的迟墨。迟墨还是3年前的那个迟墨。你之前容忍不了他的缺点，以后你更不会容忍。所以郑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手吧。如果我今天答应你的话，我们以后的纪念日都要在烧烤摊上过。你知道这个楼有多高吗？知道这个楼顶的风有多大吗？体验过往下跳时看一眼脚软的感受吗？郑小姐，我听不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被退婚的那一晚，我差一点从这跳下去。郑小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，因为不论我怎么说都会被骂。但是3年前你跟迟墨分手不是因为我，现在我跟宋小小在一起，也绝不是因为迟墨是迟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。郑小姐，您的感情一直是您自己在做主，换言之就是 no 作 no die。但是我跟我男朋友的感情，我真的自己做不了主，还请您见谅。你，哎，没事吧？哎。好，来换个角度。哎，好，表情再凌厉一些。好，我们已经拍了你很多带杀气的照片了，现在要拍你和女主角的照片。你要深情的凝望女生，或者就把她看成你的爱人吧。好。好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OK， 休息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不拍了？还没拍完呢。继续拍可以，但是我要换你做女主角。我？不行，我又不会拍，而且我腿晚。郝聪明，我为了帮你拍这个广告片，我都忍受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改造，怎么？你连这点牺牲都做不到吗？我又不专业。
那个需要帮忙吗？怎么是你呀？是你啊，小马郎，我就觉得今天怎么那么不顺呢？遇上你这个倒霉鬼。嘿，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啊？我好心过来问你要不要帮忙，你这什么态度？这么凶干嘛呀？这疯婆子，怪不得没人要。你有人要，你有人要的话，就不会被好聪明戴绿帽了。不是，那个我认真的，你这出门是没吃药还是吃错药了？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喂，干嘛？小马老，你帮我倒车，我就告诉你追到好聪明的方法。真的？来，赶紧坐。坐呀，站着干嘛呀？哎，你说说，有什么方法让我追到我们家聪明啊？我是不会做的。干嘛不做啊？你是不是过惯了上德人的生活？哎，像这种大排档，这种天气，这种小风，喝着啤酒，哎，有的来点烧烤，特别的棒。你试试，来，坐呀。喂，喂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达成联盟，我帮你拆散石墨和好聪明。那不行，哎，我爸跟我说过，这做人呢，要君子坦荡荡，我就要正大光明的跟那个小白脸竞争。要是我们家聪明过得不好的话，我就一直守着他，直到他接受我。如果我们家聪明过得好的话，我宁愿退出。你三观那么正，不还是跟我一样失恋了？切！来来来，别一个人喝。
哟，这昨儿一晚彻夜未归，是不是有什么艳遇啊？我就说嘛，这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空留处男身？要不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，不收费啊？喂，爸爸，我对不住聪明，我跟别的妹子睡在一起了。喝酒误事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去北京不仅嘛把媳妇带回来，还乐趣一身的风流债。啊，大你主义的女人太多，你要小心。现在的女孩啊，太拜金了。哎，那个女人是不是打我们杨子昌的主意啊？我竟然和那个乡巴佬酒后乱性，气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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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郑小姐，您没事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不是，是楼下有位姓唐的先生说找您，要跟您谈谈。我和一个乡巴佬有什么好谈的？混蛋出去！滚！陈梦，你看，新鲜出炉的钻石侠宣传照，你不摆大爷的谱，看起来还蛮帅的嘛。本来就很帅，好吗？在我的悉心调教和改造之下，你这是脱胎换骨啦！连这么自恋的话都可以说得脸不红心不跳。对了，迟墨，你有空吗？明天陪我回韩印那一趟吧。过2天我要参加钻石侠的发布会，我想回去拿一件礼服。我明天直接带你去买好了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唐花上次搬空了一整间服装店，那么多衣服都堆在我的房间里，到现在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。唉，遇上我这么穷的主人，也是苦了他们了。哟，这不是郑大小姐吗？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。要不我陪陪你？滚！别介呀！哎，听说你被迟墨给甩了，这算多大点事儿啊？他迟墨前脚能甩了你，哥我现在就能娶了你。娶我？你算哪根葱？滚远点，别恶心我！你以为你郑宝珠自己的名声有多好啊？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，倒贴人都不要。我看上你是给你脸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想干嘛？我就喜欢你这火辣的性格。干嘛呢？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，要不要脸呢？哟，郑大小姐身边的护花使者还真是不少啊。不过就这一型的，这也太磕碜了吧！给我闭嘴！赶紧给我滚！我要是不呢？哥们儿，告诉你，这英雄救美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上！你郑宝珠，你给我等着！
宝珠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打电话问你的女朋友，她说你在这儿。你是李小龙的粉丝啊？是，但是我还会我们家祖传的唐家拳法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就昨天晚上那个。昨天？昨天？你第一次啊？哎呀，你小点声。我真的对不起我们家聪明。刚对你有所改观，你就自毁形象？别哭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看那个好聪明啊，就是脚踏3条船的心机女，扒上你和宋小小还不够，还想勾搭迟墨。你凭什么说我们家聪明啊？那个迟墨、宋小小，他俩有病，我们家聪明就是被他们俩骗了。唉，我看这个世界上，男人的话不可信，这是一个男人信用度严重下降的年代。那我不是啊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很专情，只是我们家聪明没有发现罢了。唐花，你这个样子，你不得不专情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老板，一会儿您要见的就是您之前宽大处理的后勤部的李先生，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亲自对您讲。李先生，这儿。哎，坐。哎，迟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那件事儿全是我的错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没事儿，您别放在心上。我听说您今天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。3年前我在市场拓展部管理那个大客户资料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很蹊跷的事儿。有人盗用了这些资料，